打下来眼睛硬上把了0。下面请看第53页，他在98第14课经济研究标点符号。经济研究讲解呢，2档、3档写上么？标点符号媒介字有偏首、分点和单线3种。即2呢，偏首号那啦27档当中的别个样子啦，适当的英国字。偏首号用于偏首，亦称字头。2那啦菜字。音节点、分音点划分音节的点符。3线呢，切线、单线、二线、双线、日线。分章号。那啦破线档切线字。单线用在长句中需要停顿的地方或句子的收尾处。那啦底线字。起号用于尊称式的符号。那啦二线字。双线用于诗体文中每句的收尾或长句的收尾，有终结词的含义。那啦人切半线字。尾列号一般用在句子的后面，起到列如的作用。那啦日线字。分章号用于一章及全章之末。但那么简写的容易让人告白经济研究字。成就了假设假要呢写叫么个，成就了俺一呢才叫节日呢写起叫个吧的。如果鱼尾上有嘎字，就不用加单线；如果鱼尾出现嘎字，就先打分点，再加单线。加了用练习即经济研究呢，文字写把的得以小动写个。掌握和运用标点符号。你经济研究啦，他看嘎出月，热性即。藏文有几种标点符号，请一一写出。